Hello，大家好啊！嗱，今日同大家見面。今日咧係2026年嘅7月3號啦嚇。本嚟就冇諗住開呢個video 拍呢段片俾大家嘅。咁諗起有幾樣嘢。咁一來我哋下個禮拜四，即係7月9號咧，就有我哋第8屆嘅註冊之路噶啦。咁今次咧就喺翻九龍塘。Productive Council 嗰度，Theatre One 嗰度，咁我哋會有一個2個鐘頭多少少嘅一個 seminar， 咁都係一如既往啦，就介紹翻一啲建築業朋友裏邊一啲即係好常見嘅註冊嘅項目，內容都想同大家講講，同埋我諗起啱啱有幾個 topic 咧，好啱今次呢個註冊之路裏邊咧，同大家分享嘅嗱。裏邊我哋一如既往會有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RGBC 啦，小型工程承建商，即係1、2、3級嗰個申請啦，嗰個資格大致上嘅申請嗰個程序咁樣啦。咁另外就會有發展局裏邊嘅，今次會除咗講Group A 嗰個發展局裏邊嗰個嘅承建商之外咧，就會講翻譬如有幾十項咧，係關於嗰啲 trade contractor， 即係嗰啲各行各業關於喺發展局裏邊點樣申請。咁呢一個係我哋今次新加落去嘅。咁亦都會有翻係 CIC 裏邊啦，嗰啲專門承造商啦，嗰22項啦。咁內容都係呢一啲，同埋會有一啲成功個案分享，關於你攞咗個 RGBC 裏邊嘅 AS 或者小型工程承建商裏邊嘅 AS 一啲嘅成功個案分享，佢哋嘅即係心態之前係點之後係點攞咗之後有咩感覺有咩即係成功感滿意嚟緊佢做嘢對佢嗰個幫助係點樣，同埋佢一路嘅歷程心路歷程係點樣，由佢想考去到報名，至到最後努力之下，最後攞到佢嗰個牌照嘅時候，同埋之後佢攞到之後啦，同佢之前未攞之前嗰個嘅有咩分別咧？究竟係啦，咁呢個有一個分享，咁亦都會講一講如果你係想考呢個獲授權簽署人啦，即係 AS 關於 RGBC 或者係1級咁樣咧，大致上嗰個考嗰個面試嘅內容，大致上係一啲咩內容咁亦都會有一個專題分享嘅，每一次都有噶啦。咁今次係講關於一啲政府一啲嘅可以申請嘅 funding 或者貸款係政府全力支持嘅。咁睇下大家了唔了解，會唔會做定一個即係準備功夫需要嘅時候，可能你係需要即係申請呢啲咁嘅政府嘅資助啦，係嘛？變咗佢有 provide 咗出嚟，大家就要知道係咪自己需要。係咪有一個準備功夫做定呢啲咁嘅準備，好過到時你真係需要呢啲錢嘅時候，或者有啲 funding佢係已經資助咗你嘅，撥咗款嘅，咁你都唔知有嘅，咁變咗其實自己係好公司係有呢個需要或者係有呢個條件去申請嘅，咁大家都了解一下咁最後當然會有啲一站式嘅分享關於如果你想攞一個註冊牌照，你點樣由而家即係咩都唔知嘅情況之下，逐步知道，譬如嗰個資歷係要點經驗係要點有啲乜嘢嘅條件之下咧，先至可以最後係申請到你嗰個牌照。同之前講一樣啦，永遠就算你係一張白紙只要你今日的起心肝努力咧，基本上唔會攞唔到你嘅牌照嘅。無論你係想攞小型工程又好，最後攞嗰個大牌 RGBC 又好，甚至係發展局嘅牌照CIC 嘅牌照都係冇乜問題嘅。係啦，咁成個流程其實就大致上係咁樣。咁click入我哋下邊嘅連結啦。咁今日係2026年7月3日，咁仲有幾多日仲有6日就開始噶啦。下個禮拜4，今日禮拜5嘛。咁click入下邊個連結你就可以報名。咁我哋應該仲有少量嘅位置，咁希望到時見到你。咁除咗介紹我哋今次即係嚟緊下個禮拜4喺嗰個生產力局裏邊嗰個嘅 seminar 之外咧，即係註冊之路第8屆啦嚇。咁我諗起幾個 topic，本嚟我嚟緊係會講嘅。咁我又覺得好啱今次，即係我哋嚟緊呢個7月9號呢個嘅註冊之路第8屆。咁睇睇大家有冇呢種心態，
嚇。當然我哋覺得咧，大部分嘅朋友咧都諗好咗自己呢一啲嘅打算嘅。咁啊，我有3個 topic 我想講嘅，擺咗喺我台面嗰度。咁啊嚟緊，你都知我每個星期咧，一般就會有一條題目就講關於即係趙 Sir 同你傾下偈啊。咁有幾啲 topic 咧，就係同大家嘅分享啦，或者同大家嘅一啲嘅鼓勵性啦嘅分享嚇，又或者一啲實質嘅個案，等大家咧作為一個參考嚇。咁啊，好多朋友其實都應該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但係有時有啲嘢咧就太過專注工作啊，或者諗嘢有時未必係所有嘢都諗晒，又或者未有時間去諗嘅時候咧，希望你睇到我哋嘅頻道咧，就有1.2嘅，即係同你分享嘅時候咧，你有個啟發性，咁啊幫到大家，咁呢個就係我嘅目的啦嚇。咁啊有3個題目，我覺得如果你而家仲諗緊好唔好參加我哋嚟緊7月9號嘅註冊之路咧，你可以睇睇你呢3個題目有冇一啲係 hit 中你自己而家諗緊嘅嘢。第一個就係你喺建築業界裏邊，你自己覺得自己屬唔屬於一個即係拖延者咧？拖延者即係我諗大部分朋友都應該唔會係嘅，亦都可能係有嘅時候係某一啲嘢會係，某一啲嘢唔會係。咁所以我就想講啦，如果你係好想達到一個目的、一個目標，例如今次都係咁講啦，我哋註冊之內講咩？承建商嘅註冊啊嘛。如果你做得建築業呢樣嘢，基本上承建商一啲嘅註冊牌照，例如小型工程啊，或者係頭先所講嘅 LGBC 啊，甚至係其他發展局嘅牌照，呢啲差唔多係必須嚇，必須。咁如果你已經攞咗，咁當然係即係繼續發展啦。你未攞，咁呢樣嘢就係你嘅必需品嚟㗎嘛。如果你喺建築業，無論你做任何行頭，或者你做到大判又好、二判又好，一啲唔同 trade 嘅 contractor 又好，牌照差唔多係必需品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都未肯定點樣做，但係又好想去做，亦都唔知點樣去做，咁但係咧，連想參加一個seminar，嘥你2個零3個鐘，即係連埋 travelling 啦嚇，去聽一聽究竟係點樣搞法啊，自己係適唔適合啊？嚟緊自己要準備咩功夫啊？咁都會覺得不如下一次先啦，不如遲啲先啦，自己上網睇都睇得到啦。咁又或者係下年先啦，我今年比較忙嘅。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心態，咁我覺得你應該都係屬於一啲拖延者啊。咁我知道大部分朋友都唔係。咁如果而家仲掙扎緊喺呢啲 point 嘅話咧，咁我提大家啦。咁千祈唔好喺建築業裏邊做呢個拖延者，因為其實拖延同唔拖延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成功嘅因素嚟嘅，係啦。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咧都唔會係呢個拖延者，就算有咧，都唔會係擺喺一啲重要嘅事情嗰度嚇，可能係其他一啲即係濕碎嘅事咧。咁我覺得有時會分輕重咧，係會有啲情況之下咧，你會遲啲先決定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而家未擁有一啲嘅註冊牌照，或者你心儀一啲註冊牌照，而家你都未有嘅，但係你又唔係太清楚，或者唔係完全掌握點樣去做，咁我其實就strongly recommend 你咧，就係即係參加我哋今次呢個註冊之路第8屆，即係嚟緊禮拜4嗰個。咁了解下先啦，咁睇睇自己適唔適合，同埋咧係大致上應該投放啲咩資源俾自己去即係 process， 因為牌照呢樣嘢咁緊要咧，呢樣嘢係我認為就冇得拖延嘅嚇。咁呢個我係第一個想同大家講嘅啦嚇。咁當然有個細 topic 咧，我會即係再講好多關於一個拖延者同成功一啲例子嘅掛鈎係點樣樣嚇。咁即係當然係拖延者嗰個唔會係做到成功啦嚇。如果凡事都好中意拖延，尤其是一啲重要嘅事情，係嘛？咁永遠啲重要事情，如果你拖得耐咧，根本上係即係最後都唔會做嘅，唔會做，咁機會就係0啦嚇。做嘅都有啲機會係成功嘅，係嘛？當然大家可能會害怕話有啲朋友會害怕話，咦我做我唔知得唔得㗎喎，我未準備好喎，我心態未得喎，我今年比較忙喎，係嘛？咁但係即係頭先所講啦，唔做嘅咁根本上即係拖到最後都唔做咁機會率係0啦嚇。咁第二個 topic 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勇於冒險同埋事前準備功夫要做妥嗱。咁
咁呢一個點解會去講呢一樣嘢咧？你覺得申請一個牌照算唔算一個對於你嚟講係個冒險啊？因為你覺得可能你要投放你嘅時間啦、你嘅資源啦。攞咗牌之後，可能你做個生意嘅形式亦都唔同咗。咁如果你認為呢個都係冒險，其實都會係嘅，因為真係會有個轉變嘅。咁因為你要投放你嘅時間資源，可能你同而家嘅模式有少少分別。咁啊，攞牌之後，可能你位置咧有啲分別，可能你之前係做2、3判嘅，你而家有機會直接做大判，直接業主俾嘢你做啊。咁你可能嗰個即係資源啊，嗰個對法例嘅要求啊，種種可能要求已經多咗好多，係嘛？咁呢個算係一個冒險嚟嘅，咁但係你唔冒險，其實就好難，即係個個都唔冒險嘅時候，咁點解你又會覺得可以即係比你嘅同行競爭對手咧，即係個位置或者賺錢嘅能力比較高咧？咁所以呢個冒險係我覺得喺建築業裏邊咧都係必須要嘅。咁講到啦。要冒險係咪就總之我就去馬啦？係咪？即係唔使，即係好似賭錢咁。咁我擺個注碼落去，咁啊即係冒險啦，係咪？咁啊睇翻佢，我想唔想心儀嗰隊波咁，或者係馬咁樣去買咁就得㗎啦。咁並唔係想同大家講咧，冒險咧係純粹係即係睇自己，即係嗰日啱啱嗰隻馬嘅名合眼緣係嘛？嗰隻波即係都唔理佢踢得好唔好咧，就去即係冇一啲 study 咧，就去買咁嘅意思，即係並唔係咁樣樣啦。咁就同賭博係冇分別嘅，亦都唔係助長任何嘅賭博。咁所以冒險之餘，因為冒險基本上就係如果你要同你嘅同行咧競爭咧，差唔多亦都係必須嚇。因為作出新嘗試，其實好多時都等於一個冒險。咁但係唔代表你冒險咧，就係即係好似賭博咁啦。所以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你要做出一啲好多嘅準備功夫嚇。咁你 once 你已經決定咗去冒呢個險，攞你嘅資源或者時間去創你呢個人生目標啊。咁頭先所講嘅一個冒險啦。咁你好多準備功夫要做嘅，係啦。並唔係叫你咧就即係一個冒險咧，裏邊乜都唔做，咩都唔準備啊，咩都唔去問。咁所以我哋嚟緊個註冊之路，亦都係如果你決定咗冒險，亦都係你事前做準備功夫嘅一個起點啊。又可能亦都係起點，亦都可能你聽咗我哋之後，你慢慢去一步一步做，最後就會去到你嘅終點啊。咁呢個係我第2點想講嘅。咁第3點，我諗住喺台頭咧都會嚟緊嗰幾個禮拜都會講，喺我哋趙 Sir 傾下偈嗰度講嘅。第3點就係，如果你攞咗你嘅註冊牌照，咁其實喺你即係同你未攞之前嗰個分別係點樣樣咧？因為我哋都好多呢啲個案，關於係攞咗同未攞之前，即係未攞之前，跟住之後，無論喺公司上啊、佢個人上啊，嗰個自信心啊，或者攞生意嗰個能力啊。同埋攞生意嗰個嘅即係規模嘅大細啊，都會爭非常之遠嚇。咁自己又係想唔想喺個同行嗰度爭取一個更高嘅位置，同埋賺錢更高嘅能力咧？咁呢3個 topic 都係我喺個台頭嚟緊會講嘅 topic。咁但係就正就好關於我哋下個禮拜嚟緊7月9號喺生產力局嗱夜晚7點鐘開始嘅一個。註冊之路第8屆裏邊好啱呢個題目啊！咁如果你哋係頭先我嗰幾樣嘢啦，你係咪一個拖延者？你係咪一個冒險家啊？想攞到你嘅即係人生目標，必須要冒險。你有冇準備咧？你有冇諗過，如果你攞咗呢一啲嘅咁重要嘅註冊牌照之後，你嘅生意、你嘅人生、你嘅自信心有咩改變咧？咁呢啲全部都要有一個開始，有一個決定，有一個選擇，而呢個選擇正就係你嚟緊下個禮拜嚟我哋呢度嘅註冊之路第8屆，聽一聽究竟我哋嘅內容係咪幫到你？咁但係我可以俾一個答案你，只要你有呢個決定，有呢個選擇嚟聽一聽，你一定會得到你一個嘅開始，一個嘅啟蒙，知道你嚟緊個諗嘅方法，你個道路同埋你嘅冒險係值唔值得，同埋嚟緊會對你嗰個
人生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好啦，咁啊，今日就講到呢度，咁記得就 click 入我哋以下嘅連結啦。咁啊嚟緊咧就我哋7月9號啊，下午嘅夜晚嘅7點鐘就會開始噶啦。咁啊，到時見啦，拜拜。